OK， 来 start 了。歌，哎呦，别记佢歌。等陣啊！哇！你做咩講聲？哇，恐怖！各位聽眾，未記開嘅歌，歡迎都來收聽邊個好見嘅鬼嘅故事。怎麼冇誒？因為鬼嘅故事冇聲去。有。歡迎大家對來聽鬼嘅故事，這個禮拜。鬼嘅朋友，跟了起來，我當然看網嗰邊車，會介紹我嘅特別嘉賓，我是莊。這個禮拜特別嘉賓是咩看？阿龍，好聽阿龍，歡迎。個我個手到你度咯。個阿達，歡迎。我記死。個的國阿 boy， 歡迎。Hello， 大家好。個白青，歡迎。大家好。個阿達。這名哈，我看你只名煞未記叫。我來這個字啊！我未記得叫。笑啊！奧地都，你冇換你名奧地都。來換你名奧地都。แล้ว個江湖鏡都冇效應江湖鏡。江湖鏡未去下效應。唔是佢，唔是未去下效應開面。看呢邊，紅邊啊，我呢紅邊。你變大粒頭啊！你有個小鳥咪呢咗？佢上嚟我哋都，上嚟大粒頭，上嚟我哋都。Hello， 要聽，要當時要 message 我個，要 message 我。誒 say hello。等陣，江湖鏡別啦，it too much information，講 Clubhouse。唔是啦，唔是講你我講大粒頭，你部 video 入面是講話是特別我係聽到啲聲唔緊，so 這禮拜咧我咪講鬼故事嘛，你看我邊咧上鬼，等陣我做這你你啥 Incredible Hulk 呢？你都冇驚啦，我啥 Avenger 呢？我是都有哈。我做我鬼邊。等陣話鬼邊咧，琴摸心衫。我曉得啦 ，Slimer，佢哋 Ghostbuster Slimer， 隻車，隻鬼。哦，你驚？冇講真驚啦 ，Not really。我試把隻我嚟睇隨路啊，佢呢個潮啊！你看我頭毛就 shiny healthy 啊頭毛。你做鬼冇驚。我隻頭毛，搖啊哈！我早起把那個洗呢 ，OK， 早起把個洗呢，早起來啊！這種煞是幾個人，咱5個人 ，OK， 你看，你講我頭毛是幾辣 ，OK， 唔是油啊！我係使拍廣告啊，係咯。郭富城你係打？對個。Blue Cream 未講過啊 ？Blue Cream。咩 Blue Film？ Blue Cream 啊？乜個啊？嗰時我係個 Blue Film 啦。阿大一直打不出來，你在這講物件啥？你講咩？講你叫我講你頭我是薄薄頭嘅叫。係咪薄薄頭？定到時又是當劍？定位嘅叫，當定位啦。我講薄薄頭，薄薄神都白丁。哦，神都白丁，下當呢個興到對啊。薄薄啊，我興到對啊。誒，薄薄頭。我 actually 我暑假這頭毛，人哋真英國。我暑假這頭毛，咩？我哈對，
確定夾頭毛係特別是咱講，because 我咪甲人講你 restaurant 人 OK， 確定嘅講耶 OK， 來咱講咱家己咱嘅只幾個故事先，我在江湖間就係幾個故事嘛，特別南西本時有時有喎，南西來學你講成嘅，確定咱家己在江湖間。我係無隨幾個數，我係無隨幾個數。啊，但係間特定，間我間特定，我應該是點正半啊！我講真嘅。嗰時特別，我你那個有切播 OK，please。แล้ว阿龍冇有冇我俾幾 recap 講你看名㗎一個米露昂講嘛。Tapi LME lo ong le toy dulu. 唔要緊啊，伊聽 replay 嘛，伊聽掉 replay。啊！咱放嘅時嘛聽咯。等陣沙甸湖，沙甸湖更加湖。啊！唔晒你。但係佢冇啦，我是要換我邊嘅色，等陣我換到啲我邊色。阿 John 地貓地打死，我冇啲打色來 confuse 㗎了，我冇啲打色。江湖驚變行湖。呢？對哈，白到對啊，我到對啊，睇起嚟啊，裝有看 Severance， Apple TV Severance。哇！ Oh my god， 幾好看 ！Oh my god！ 你使講，我看唔了。OK， 安尼一百張呢？啊，安尼。OK， 來等陣佢想個一人參嗬。是你四字人畫車 ，please。寶寶畫上。啊，四字嚇。這是豆哥本來參人啊。嗱，知唔知豆哥？豆哥是一個嗱，耶 ，OK。有夠喝無？有喝了，夠喝了。你看到你 Beyond。OK， 來講句嘅歌詞來啦，講句嘅歌詞。會好，南西個如果 prepare 你哦，如果 prepare 即係叫咩嚇？我係 presentation 嘅事啊。我叫講我定白路，我哋講一定乖又係英學路加講嘛。對。我近至早我見。亂羅人啦，路加毛毛菇本 prepare 嘅好嘅時候應該。prepare 啦。OK， 嚟。即係你可，我有一朋友啦，伊是幾時你看病咯？頂你幾時你看破病？我破病幾時？一破病幾時呢？你看成日配死啦！搞咩？呢？天啊！我在講咩啫？你人生怎麼嚟啊？不是半夜嗎？你破病幾時？咱就要激心啦，朋友。波成日聽掉嘅嚇。有有聽掉 ，OK， 應該是有聽掉。所以 OK， 白龍學了。你每個係使講，是我每日係使講第三個。OK， 我每日我早幾點每日知道嘅。所以伊咪頭切咯，你應該是禮拜啱暝啦，定係禮拜啱暝頭切。啱暝嚇。所以啱暝頭切，然後伊哦，把 recently 呢？recently 白龍頂禮拜年。我白了，攏白咧。OK， 攏白。因為伊頭次啊，應該是講你放淡薄藝術家物件，就你學你看小英咯，就是你配嘅咧。你人看未？看未？你可以看 before 嘅頭一。我唔知道這是 before 喎。頭先是 before。等陣，我看下咩 difference 啊？所以我係經過頭一條是第一條。冇你講性，有話世界仔講係咪 different 就係我即係一句你食背多丁咧，伊人放了佢哋配啦，嗰時樣舊年嗰時成節嚟是迄種可以配啦。南西較快，頭一個是 before。我唔知得是頭一個喎。你記下我是，我記下你頭一小英唔是咩？就是我未記啊，我使你記下我，但我到底記我真未看。你叫我細看，WhatsApp 會看頭一條，because 我笑起來哦。拍碟迄個是第二條。哦，拍碟是第二條 ，OK， 較快啦。拍碟是第二條，較快啲是頭一條。唔是，較快。少嘅是迄個是頭一條。OK， 叫我學人看啫，嗱，即伊講是即，即是樣困以前未接旁擊，因為一個樣有時間對來嘛。用個時間段嚟嘛，所以有時間段嚟是可能講9點阿妹9點媽仔，你未使出嚟，你特別啲旁勁嘅。哦，特別旁勁嘅。แล้วอีหลัง
咧一样就是讲放，啊你看有的人有放啦，有人无放，一样是放款。了隔节的时候，一样起来了看，了你看第二张，你放第二张了，我可以同你使你是起啊头一张，啊，你放第二张。哟，真未去，呢？啊，这咱看有分别咯。不我看袂到哦，无第二张，这是第二張冚住啊，冚住 envelope 啊，冚面，啊，多隻 envelope，多隻 envelope，等我頭看。整我咧啊， paper 哦 bag， ，paper bag 有嘢，藍門拿食你邊嘢。南門拿尋會食，那麼呢，真濟幾若張？哦，幾多張我冚下？對，我注意看。叫有幾那點參住，啊，係咯，開嘅冚曉，有時有刷到淡薄嘅，安尼我看了。啊，你你看，睇你第我舊年迄個吼，有一張是白色，伊嘛是有 ribbon 的，看到。伊有 ribbon 的嘛，頭一個，啊頭一個有 ribbon 的嘛。我舊哇，年對，這啊，你看伊 ribbon 本是變落去啊喂，哦，伊本咧翹的嘛，頭一張翹起來的嘛。經頭一張嘅，這張。咁你看第二張，伊是變落去啊，因為這種你就看看會變啊落去。哦，哦，但我看過得隻叮當掉哈。係啊，你看有大隻叮當掉，真係叮當掉，無人應該咧無出來。無人出來，因為伊囡仔個咧白白上一旁邊困嘛。等我滴佢係到滴到。 slightly 啊，刷到。因為較濟啊，我覺得這冚起，這張有嘢冚起，對。有嘢冚起。特別你看，伊毋是夾起來，伊是干那冚爾咯咋？哎呀你，伊無叮當的哈，伊會貴。紅的嘛是，紅的嘛是無叮當的，紅的嘛是甲了冚掉。冚絲，不然門啊，係 ribbon 之類，個咧是冚咯，伊會變起啊，會翹的嘛，會變嘅咯。但我看我會等安我這我見可能看較應，這可是啊正啊這 ribbon 這翹起來嘛會，然後這個是伊會無咧變起啊，無翹起啊。你一定哎呀，唔記得，得一個，得一個。next 副機個是多少啲？真講嘅，真講嘅，啲是賣清啊！唔好識你頭殼頂，安裝你冇頭。咁你講一啲得一條。next on the right side 係 red envelope 係say 你 envelope 不是冚 beige color。你嗰個 red or beige color 誒？哦，對 ，right below the ribbon envelope。哦，這裡啊，有啦，有啊，我講甲了五張嘛，當過。我冇看到，我冇看到，我去看。你當過五張。哦，係這樣冇看到。五張有當啲啊。等於是啊，五厘有當到五張。所以是一條，一個加一個 ribbon，加一條藍拿紅嘅，加一條米色嘅。唔知哪別人會看到別個吼？我注意看。特別這翕較寬無講看到。I don't know is it the photo angle is or anything，tapi 我 feel 講成日講，較大聲冇，你夾你咪去你吹啦冇？我唔知是唔是 photo angle 嘅問題，但我感覺就成個有 slightly 成個刷掉嚟看啊。哦，maybe 係 photo。成日講啊，伊感覺講成啊，一個人啊贏起來了嗬，你 try to head to do it as close to the original spot。人講是無，伊講真係是無，物件個都無叮當，唔係講，干係伊我 feel 就無叮當啦，是伊肯定也冚落去呢。angles OK 啊，了安怎？所以有發覺到係確實應該上該知到。樣啊，係實應該樣好啊，就梅花咯，講梅花人有蝦米分別咯冇？你話咁諗看到冇得冚咯，แล้ว有。แล้ว伊是吼，伊是燒了夾去甚啲海味咯。哦，
伊是燒得甚起下誒，啊，了毋知隔節個啥物，伊會煮吼，應該一家一個煮啊，真正清。頂禮拜爾誒，頂禮拜爾我聽到你講話愛去伊深海 area 位。啊，深海，所以我無去到，因為迄頂陣毋知幾個人會去去爾誒。แล้ว伊是燒咧，就是 immediate 入去深海啊嘛。แล้ว毋知是頭七頭八安怎，伊會煮嘛，對家己厝咯。你會煮對厝哦，你我互你看迄個貓，你看到貓嘅 video。看見我去，伊養一開門吼，啲嘢黐厝內面咯，即隻貓。你養是無錢貓嘅吼？養啊，養無錢貓嘅，養毋知做咩有隻貓啲嘢厝，你伊貓是身軀淡淡嘅哦。哦，你看啲一粒嗎？哎，一粒，伊身軀淡淡，養乖伊本無愛走。等我放下攏看哈。啊，伊家即個伊會煮，伊是家己嘅煮是第一次呢，伊家己本身會煮。哦，我放下攏看。知道唔是鴨對來啊，是貓對來。只有啲厝內邊啊咯，養開門啲嘅厝內邊，奇怪，養做咩養貓喺啲厝內邊？哦，叫喎。你身軀淡淡，伊無愛走。哦，然後講咪燒起來咯，啊，有一隻伊可能伊會走咧，未講嘅嘛，咁，伊是伊咪走就無法咯。所以伊無走掉啊，當佢 still 大邊個？伊無，喲，伊個呢隻伊個無成講隻 stray cat 呢，伊無。所以是我不有，我伊頭七幾後我真邏輯，你看我有教我一個朋友講，迄時交朋友講，我係朋友啊，我個學看下，愛上啦，教人講我看下應該妙妙。你話講條線哦，我條一個大波聲咯。Oh my god！因為講我條大波聲講話，我兩講，聲無講就大聲，你我就想講我電話係 Siri 麼？你話你知啦，我一聽就較直去看 Siri 者嘛，看電話嘛。特別我電話吼是無 Siri 出來的。你我就問我朋友，你有聽到人講話？我朋友無啊，有聽到人講話。我聽到一個大波講話嗰陣，點解耳唔是耳啊？我聽到有人講話，你看，你我想講我 Siri 看無哦，因為 Siri 較直伊要出來一個嘛。一旦你有無解講話，伊較點，伊較無倒轉迄粒伊看嘅嘛。無哦，我電話就是無可能出來哦。哇！如果會 update 你 phone 嘅話，嗰時 still 耳 call 個途徑。耳 call 唔知咧，有先嚟我冇去 update 過。先呢？唔知，我唔知是貴絲格誒，貴絲格誒，當然。哦，絲格咧啊！呢位朋友咧，伊有 app 上，伊真係個看可能嘢嗰啲嘢咯。然後伊有一個 app 上是去照啊，看埋有無啊。哦 ，OK。看埋有無誒，安尼看你一去照咯。你一打會切啊？會切，會切啊？嚇！我就有一種 app 嘅。我唔知真時間啦，特別伊開緊廿一電話起來。你把嘢嚇？照咯。阿毛毛哥，你把嘢。apps 哦，app 啦，app 叫做做app 是會切嘅，會切嘅嚇。你開緊廿一電話來照咯，伊照咧，伊講講，你邊啊度有一間咯。哎呦！特別咧，伊特登嚟照啊！我朋友走潮嘢啦，特佢嚟照啊！一特登本有嘅，咁特做咩咯？特邊樣都是有嘅。一切到有嘢，有時間咧，伊講是大波嚟，應該有聲嘅嘛。哦，有聲嚇，因為伊有聲，伊幾歲下面？你唔知我冇去問，我特登看照。Manchester 啊，是啊是啊。Manchester 啊。啊，Man， 唔知 Man 有一個 Man，嗰是 Manchester，唔知咩？Manchester 馬來西亞啦。我使解套啦，叫伊 share 啦，佢哋。唔使講，我是有，唔是咩咯？係咪 ？Ghost Tube 啊！你看過阿 John？你種你講你看種 paranormal，迄種 video 寫啊，一樣你唔係看過喲，伊咧用一個 technology 啊，伊用 screen 啊來看啊，佢哋有人嘅 shape 嘅，就 matchstick 安尼款嘅有人安尼款。哦，我知，哦，開設咧，伊是叫做伊種叫 motion tracker 也是伊 recognize 是看到人有頭啊，有身軀有手嘅是伊一頭接伊 dot 起來，變做成個一支安尼款嘅啥，成個會一支嘅人呢，哦，OK 明白啊，我買咯。
肯定人家叫我看到我厝内面，是看到我驚嘛。招厝啊，招家己嘅厝。不過就你個行過伊 app 嗬，直頭若是講啦，你有 detect 到 facial 嚟啦，伊直頭 show 一個avatar 喺邊呢，或是迄種 character 喺邊。係你真係驚死人，係你真係驚死人。我佢拿嚟 video 啊，伊人見 ghost hunting 啊，一樣照啊，然後你係咪見 appear very close to 伊 phone 啊你，in front of 伊，驚死人啊係你，真係驚嚇死人嘅。咁呢隻好笑 ，because 以前啊貓嘅 face 啊 ，dog 嘅 face 啊，係可出現。啦，朋友佢只做啊，佢只講誒，你看大陸有，然後我記迄邊個咧，伊就有影入來照，伊講有，即係迄隻伊到我厝迄邊，就我厝外口，伊講啊，對厝外口有，我講迄邊個都照咯，有影照，伊講有影有咧。我應該我知嘛，有嚟 spot 我知嘛，我厝外口大陸有，幾10年啊嘛。哎呦等陣當就是有幾個事咁樣小笨笨啦，教小一幾個講來開始嘅事，開始唔啦，教好驚，就是教好驚嗬。我是阿達。阿達 ，OK， 阿達講啊，教好驚講，嚟阿達嚟。我這裡是a bit 等於告訴你。不要緊。你我 actually 燒掉隻菇了。做乜事都燒掉，後面做乜事？Because 這個事成日講，我第一 best 會告訴你。哦喲，做乜事會燒掉講？你咪看佢這人聽是甲講啊？rating 高嘅事啊？冇啦，但我看當要37人看 live，37人看到 live。37人就一人都就 live 就很少啦，看到。如果你 show 下你瞄唔能 show 你瞄 video， 我都是 because 伊有一個 part 是有關係到嘅。喵嘅嚇 ，so basically 嗬，即係是 actually 我係老媽嘅故事嚟嘅。伊個仔是伊到啲中國嘅時，伊參加個 guide 嘅。然後伊人guides 咪是有迄種 camping trip 下面你看你咯，然後 organize 迄種 camping trip 啦。然後所以伊直到伊去伊對伊人去 camping trip， 伊人去即個到落巴坑嘅位 camping， 到落巴坑入邊有一個 waterfall 嘅，然後 I think 巴魯已經去邊度有一個 gated community 都係邊樣，然後 but I think the waterfall 嗰度也冇位過。It's just that inaccessible， 你成時樣圍起來嘅係 waterfall。你是講大肚 Fringy 還是講即係之城嘅？差不多愛靠大肚 Fringy 嗰邊嘅。我乜大過？你是講 Leader Garden 係咪？伊是 before 去大肚 Fringy 嘅事，係等住冇啊 bus stand 頂到過嘅 bus stand 嘅。after 大肚 Fringy。伊就是講一到落巴坑嗰邊有。卡基啊 ，OK。對，卡基位嚇，然後伊人到迄邊 camping， so 個個時嘛 camp near to the waterfall 迄邊 ，the foot of the waterfall 迄邊位咯。然後阿妹是能夠 share 咯了，所以到好伊個一個伊 best friend 迄陣時 share 一個 same camp， 然後阿妹啊。然後 after that 是伊人到 tent 裏邊做樣嘅啲乜嘢 ，suddenly 伊嘅 friend 嗬，就一行行出去 out of the tent 咗，然後我係困一半，先未困過，冇困過誒，嗰陣時成日講 ，I think I'm not sure 是 the wa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應該是未講成換過嗰陣時 ，like maybe 8 o'clock or 9 PM， 你講迄種嘅時間嚟講嘅，然後所以佢哋個未困過誒嗰陣時。然後伊突然走出去，然後我老媽都問伊，走幾多路？然後伊冇答伊咯。然後伊嘛講，我想我免插伊咯，可以家己去咯，先至家己行出去。然後伊去 about a few minutes， 安尼看到咗 gone for a few minutes。然後 suddenly 我老媽伊到 tent 裏邊啦，伊睇到有人走嚟咯。然後我老媽問。奇怪咯，後面有人走嚟，安尼大聲嗶嗶啵啵，然後伊嘛走去頂出來看咯，伊走去頂出來看，伊個朋友走掉都對來找伊，到底喊掉，到迄個 hysterical 迄種喊掉嚟看到咯，
然後嘛就掠了伊咯，掠了伊問你做蝦米？你做蝦米？你蝦米事？你咪事後，你甲我講蝦米事後，然後伊直直搖頭呢，冚掉伊面直直吼，直直咪講蝦米事，然後吼，我嘛就 suddenly 就感覺到有一個感覺愛看起來，像比如講有物件都每位安尼款來嗰種，你嘛阿妹朋友阿妹啊，還是伊家己阿妹？阿妹，伊朋友阿妹，所以嘛看起來，一看起來，然後一看來看去，本來就看是無物件，然後無就時吼，有一隻貓。誒，你叫你麥？哦，sorry，我記我唔係，有一隻，無就有一隻貓吼出現嗰時，到迄個到迄邊嗰時，到迄 camping ground 迄邊嗰時，然後我嘛到，奇怪，後面是有一隻貓到這邊嘅位嘅。然後伊個會記過迄個貓，伊講迄個貓吼，規身白白嘅，然後吼目睭金金嘅，伊講嘅，伊講伊看伊成啊 glowing 嘅嗰種，迄個貓，然後伊就奇怪，後面是安尼款嘅迄個貓，然後就是會死啊！我無條啲放到這，我唔知點上響這個 video start 放嘅。Oh my god！OK， so anyway， 伊就是看到迄貓了吼，你講無對比啊，這隻貓應該唔是 real 嘅貓嚟，伊感覺。然後我嘛到甲邊南部，伊吼，伊就叫伊朋友，你上了迄物件，往白白上了迄物件，伊講，然後伊唔敢看，特別我嘛都上了迄物件，然後我嘛都心裡就講咯，我人無做你蝦米，你咪做我人蝦米物件啊！伊成個心裡很昂起來啊，惡起來啊！伊無講出來，伊先家己想呢。伊無講出來，伊只成個心裡很講呢，你咪做蝦米物件啊！我人無做你蝦米嚇，係款。然後真係係貓哦，叫曉咗 ，obviously 伊叫曉咗係貓，然後伊就走入去喺你草嘅位內邊嗰度，然後哎呀 ，sorry， 你不知睇到，然後 after that 嗬，伊走過喺你草咧嗬，個底下 from the other side of 你草哦，一個人徛起來，耶，嚇！一個人徛起來，我嘛看到伊徛起來，然後伊個 back 向了伊人面，耶，所以看無到伊面，伊看到伊身軀。特別吼，特別我嘛講，伊個會記個真正明顯，伊會記看到伊穿嘅迄個衫是啥物衫，伊迄個物件，伊迄個人哦，穿了啊，迄個高僧誒，安怎講啊？迄個官嘅衫啊，哦，係入阿來啊。對，入阿來衫， shit， 個無個位，哦，你入阿來係無啊？呢啊？個比國地迄種嘅個烏家門嘅嗰種，哦 shit，像僵屍安尼，耶，對，伊徛起來嗰種 from the bush behind 嚟看嗰種，了調者咯，調者了，伊就徛起來啊吼，伊 continue 行 towards the waterfall 嗰種，伊行 towards the waterfall 了，伊看袂到伊邊 because 伊 back 向了伊人，你 just continue 行吼，了伊成有 invisible 嘅 staircase 啊，back towards the waterfall，了伊到個 the waterfall 時，伊 disappear 去啊。哦，伊係你嗱，係你鬼，係只穿到你入阿來嘅衫，就嘅啲 waterfall 嘅。了我嘛看到伊無佇遐哦，伊就慢慢走去甲迄個迄種伊人個 guide leader 咯，甲人講咯，有蝦米看到蝦米物件咯。了，迄個個 guide leader 伊就講OK， 嚟看叫個了人出來，那樣個了人叫個了人出來，咪多 camp 位啊，咪 separate 了，個了白白坐白白，因為伊人起 bonfire， 起火大起大火。了白白個了坐了，了 after that 是到查某人個了嘛，了為哪裡就真正驚了咯，真正驚咯，了有誒就夾斧頭出來啊，了有誒 Christian 伊就夾一人 cross 出來啊，係咪個了你看咯，了坐到你 bonfire 迄邊，了吼話伊人坐到你 bonfire 迄邊啦，話到起了火時啦，all of a sudden 啊。唔知咩事啊，成日有起大風安尼嗰種，成日氣安尼嗰種起大風，成日有 something 愛吹掉，愛熄掉佢哋火安尼嗰種，咪佢哋火起嚟嗰種可能。了過後嘅時，
邊啊吼，伊人啊坐了到迄bonfire嘅時啦，因佇啲邊啊人啊，伊聽着講，係咪事成有人到迄啊喺草迄邊行嚟行去，行去，走嚟走去，射啦射了呢，啊，說有，你看聲嗰個 all around 人嗰個，然後呢坐到個天櫃嗰度唔敢走嗰度，然後坐天櫃啊，這是隔了人滿聽電話啦，你看到佢哋鬼嘅時喏，你罵甲你嘅朋友，特別一早聽到聲是隔了啦鬼你個教啦，個隔了迄邊聽到，對，然後後頭咧樣就劈咗嚟，然後咁樣走咗咯，然後แล้ว即係是 when my mother 伊甲我講嘅時，伊陣時是 because 啥物事咯 ？because 拄好伊遐啲朋友吼，伊人大漢了嘅時，伊人畢業了嘅時，伊迄個朋友somehow 去日本啲位，了交因一個日本人，了伊拄好 that time 是伊轉來嗰個，了 that's why my mother 甲我講這個故事，了伊來visit 檳城嘅時，然後我人坐伊白白去行咯 ，because 伊真濟年無轉來啊嘛，然後這是看到鬼係跟你 friend 啊，對，伊就就看到啦，對，然後所以我就問起伊咯，because 我囡仔爾嘛，迄陣時伊甲我講嘅時，然後我就未曉進去，然後就你是個早嘅時看到物件。然後我回起上啦，你講我是咯，我掉看到物件咯，嗰陣時，然後我問伊樣，伊嘅 side of the story 咯，問伊嘅 side of the story，伊看到係物件咯，咧伊做係物件咯，because 我唔 sure 嘛，我唔講你。特別你這是接落嚟，特別聽你媽講過嘅啦，即個事實講你唔係拄過隻 auntie 啲 directly 問啊。對，我聽過我媽講過，即係講幾難刀，但係唔係嚟。成日講有一個 challenge 過啊，然後check 講位碼是講啦 ，cross check 嚇，對 cross check，cross reference 啊，對，然後問伊咯，你 actually 迄陣時你做咩？你講冇啦，我迄陣時伊講我急救，所以我慢慢走去，愛去喺山巴迄邊，愛去幫救，然後伊就當伊走到去一個迄個樹欉阿妹位，แล้ว伊就哭落來喲，哭落來愛蝦米啊咯，然後伊上面哦感覺到，蝦米事阿妹成日有人看了伊安尼咯，迄個變伊阿妹啊，伊就變伊阿妹啊，伊就是看到入來，唔是入來啊，OK 是情入來曬，嗱唔知嗰時入來唔是，情條鬼書就多邊徛了看了伊咯，你就笑了咯。伊就在旁邊，然後就慢慢走好甲未少人安尼咯。伊就唔就流出來。我唔知啦，你唔教。然後這時就問伊講你看到伊邊無安尼見咯？你講，然後伊講伊看袂到伊邊咯，伊會記真清楚 ，because 伊from 下骹看，伊去個把伊頭誒。安尼看到個，所以會記 very visually。特別伊講伊搞伊面嘅時候，伊講看袂到伊面哦。如果伊講你看伊面嘅時候，伊面黃黃嘅。即係基本上係喎。即係布布嘅 N 扎掉一邊啊，嗰陣時。對，布布嘅 N 扎掉安尼看面。所以講伊看無到伊面。咁，即係我老媽講嘅。你頭一擺聽這故事是你幾歲？哇！嗰陣時啊，我諗我10幾歲嘅，嗰陣時，有10幾歲嘅。你冇驚啊？唔到去camp冰係咩時候驚？我想到你媽告訴我。Actually 我不知是form 1嘅時候，我有一道係參加去 camping，有淡薄驚咯。特別嗰陣時，佢哋講。真濟人白白啊，所以無安尼直直有人條啊，了無驚咯，了嗰時種較 senior 嘅啊，較大嘅啊，樣安怎講啊，樣無困啊，樣過了啦，有人過了，起了火啊，都係邊坐到火都係邊拍殼啊，了過了咯，了你個了我諗住呢度到 camp 位治療困咯。
波咁啲啊，你講嗰啲 shapeshifter 係咪？你會 message 係 shapeshifter，是唔是波咁啲？係你物件啦，伊就是 shapeshift 嘛 ，shapeshift 貓，伊變伊嘅形，人變貓，貓變人嘅咧。你見到看到無邊嘅貓，你講我講。記，我真係未記。好啦，我冇講㗎，我嘅啲 story 介紹。啊，看到 hotel 又是大陸唔知。多一個 resort 嘅位。哦 resort。because 你是 church camp 嘛，我看到啊你你大晒樣我上頂嘅，真是。誒，sukri 嚟啊，sukri 嚟啊！我冇講，我唔知伊 resort 名我未記啊。特別你講你阿介知佢有寫你嘅一間。哦。anyway，but 佢哋是無邊嘅貓，伊形是成黃貓嘅咧，特別伊無目睭無邊，一要走嘢。After that，我看走啊就走。แล้วอาตา after that 你มาก็ขอแต่กุยเลยมา還是一刀呢？佢哋就每次佢正日本啊，佢看到那邊看到啲青衫，如果啲看到人啲驚啊，就如果看到係你青入來嘅衫，佢較驚。啊，你咪真是你僵屍啊！係咯。我笑可能我們想，我諗嘛，就是伊就是解釋好人講啊，以前啊，你看你林志玲啊，你掠僵屍嘅，你種嘅衫咯，真係是僵屍情義種嘅衫，你講。哦。but then after that 係我哋嚟講啊，這種嘅物件嗬，伊人哦，甲貓唔知咩事啊，真正有緣嘅啊，伊人會變貓。或是吼，一樣掉咗個喵線嚟。如果說我這裡本拄過吼，我幾日到，這裡你本家己會去看的。你吼 suddenly 吼，行了吼，或是發條車吼，你 suddenly 吼，你會拄到一隻貓到路邊啊，真正奇怪嘅，out of nowhere，蝦米事一隻貓到這嘅 ？Usually 啦，呢種嘅物件啦，有到邊啊，係你貓嘅。即係咪鳥隻係咩數？鳥隻你唔知咯。鳥真正 agile 咧，所以使用響咪蹦就出來，你唔知幾時來，佢就動掉咧。對，是咯。然後伊人個月你講成日講唔知咩數，就是講貓吼 ，whenever 有人過身嘅時啊，袂使有貓。哦鳥。嘅。係啊。冇多係鳥。 Any 貓本 actually。哦，any 鳥咩啥？多鳥跳過。Actually，我老人講啊，伊人是講 any 貓本是安款呢。哦。because 這裡我爸吼，伊講伊捌聽過這個故事。就是 one of the relative 過身嘅時候吼，然後邊啊，樣是嗰種一間嗰種 funeral parlour 嘛。然邊啊，吼甚至呢吼，規起口食啊，亂起來去。然後人就想蝦米事咗亂起來，人講啊有貓跳過遐個body，然後遐個 body 度，所以你跳起來是僵屍，跳，愛吹啦。你夾手手掂嘅，一個倒落去。哦，是啊。伊人是講吼，伊是愛掠一個物件吼，了困住斷了誒，所以吼伊人講吼，慢慢夾一個物件，互伊哦冧了吼，伊就倒去了。哦。狗耳啊，或是啊。Get a wicked a broom，alphabet a broom。入到你貓，入到你貓可以變到啲可以冧落。誒，特別把路就避嘛，把路係刮擦就冚掉了嘛，慢慢嚟起來。一個剁掉一頭。剁掉頭咯，那。冇啊，伊就是一頭，伊就是像啊。你看下你林志玲嘅下你僵屍戲啊，下你僵屍直頭起來。伊規個刮擦一頭卡，伊刮落去。爆炸。冇啊 ，because 伊人面伊人當有早嘅時吼，用半冚嘅嘛，或是有嘅是無冚嘅嘛，嚟刮。有早無冚嘅㗎，把路人家看過啊。我不是話講過，我唔知攞嚟叫，我媽甲我講，伊啊，但係問我嗰邊是以往有一個朋友嘛是，伊是蝦米？伊是樣不是無看，不是按鳥，特別樣無看啲按鳥跳過，樣唔使離江嚇，有離江卡咧是伊規咧，即是我
爸母家己 experience 啦，特別伊毋是講坐起來跳跳呢，伊是坐起來呢，所以伊 from 伊觀察，伊嘅身軀呢，坐起來呢可能啦，特別伊無想講對人嘅時，伊無想講滑起來嘅時陣。Scientific I explain this is static 你知你講起這個時候，你好成日講點解為馬死嘅事啦嚇，如果伊死嘅事定是on the day that 伊死嘅時係咧 Apple 啦，如果伊死是 afternoon，話咧是係咧 Apple 去落大雨，咧小鬼記講yang hatch point 係beer 係鐵定嘅咯，到啲這個 plate，或者是係到嘢 chest 位，我記嗰是 plate 係，即係然後我嘅 plate，話灰嘅咧，都係 beer 係鐵定嘅咯，咧時間係到嘢 chest 位，計幾哩哦？如果係你是落大雨嘛，你是我記嗰是落大雨，已經坐起來時候，alarm system，所以係我唔知咩事關係咧，係 B 是做咩啦嚇 ？OK， 我就講係 B 一個有鐵定嘅。哎呦，梗係奇機呢，咯，你咪嘅。我意思係識機嘅，伊唔是係大機嘅鐵定，係識機呢。OK，我是吉利。你講係刮嚟應該是刮 prevent it，啦 ，maybe 是刮嚟啦。prevent 你坐起來嘅時候，伊是咁樣落河時嘅係呢，伊唔是成個講。對 ，because 你是落大雨。平常時無係，是落大雨，你咁樣嘢，你一啲半嚟係，伊是唔講頭。對，講福建嚟講，你會聽你會啊。before 我而家 Sukri 做一個 one to one 嘅係咪？每個位地是 start 啦。看掉啦，而家落嚟哦，會使啊！依啲會打落 arrange 時間伊，特別我冇伊聯絡，我冇伊聯絡誒，我本時正嘅聯絡你係喎。阿龍冇咩？阿龍啥時有啊？Sukri 那是你有興趣啊？我錄一堆印啦，我這了解你啊，項目你看其實看就貴啊，佢了解你啊。one to one 嘅 interview 啦嚇，呢種。我寫起來。Sukri 是係 Indonesian 嚟。對，Bandung Indonesian 嚟。對，啊咧，迄隻我聽呀，伊甲阿里巴巴講嘅啊，迄個咩 camera 古嘢嚟嘅哦，人來講馬來話嘅，嚇，你手機潮啊，聽到？會使，手機那是你 email 上面你使 email 我了，咱找一點聲，你有點聲啦，咱來拍扣講個項目了啫，本是手邊。OK， 來講福建嚟。嚟。哇，start 講。嗱，伊講 OK 啊，伊講 OK 啊，伊講 OK，good，耶！來講福建係幾？OK， 我這個 episode 咧，我有兩類，一個是正地，有一個是較長淡薄啦嚇。所以來等一聲，我講第一聲，第一聲 ，OK， 了聲啦，所以哦，啲馬比 start 成嘅個仔，sorry， 馬比嘟，所以我啲馬比嘟成嘅，個仔有新嘅物件，我聽到recent 正 recent 嘅，就是頂日，因為我有一個 neighbor，一段 2 floors 樓下。位嘅，所以有陣時看到我隻安迪啦，伊就會甲我拍 call 咯。但我唔知安怎 suddenly 嗰啲我洗車了，伊就落來。then 伊講伊問我，伊講你有聽到？我講嚇聽到係咪？伊就講起咯，因為當今嘅馬尾嘟嘅位伊人有一樣嘅當今嘅迄個swimming pool 啊，當然是啲樓下 clubhouse 嘛，就是講古早一樣是迄個叫做咩講迄個 club 唔知係咩名啦，90年代嘅迄個 clubhouse 邊啦，所以規間 clubhouse 係暗嘅，正10幾20年冇人用嘅，規間是暗。是唔是講伊你俾張翼換衫？disco 啊，disco， 哦 disco， 馬尾都 disco 係咩？有啦，古早有。
pool。到底唔是到底clubhouse 我係 swimming pool 邊啊哦。是。哦，我唔知講邊有 disco 誒。古早。我未記叫下面名啦。哦，有咩？有 disco 咩？咩名？一棟是唔是叫 Ozone 㗎？是唔是叫？係你問嘅是 Marviston。唔是，你講唔是 Ozone，是有 disco 嘅，有 disco。所以是唔是 swimming pool 嘅邊啊？我未記下面名啦。是。swimming pool 邊啊 ？OK。嚇，所以。because 我捌去迄邊受水，我捌去迄邊換衫，伊個 swimming pool 嘅邊啊嘛。because 頂到攤水嘛，是唔是要攤水？我就大會攤。冇 sure。我捌水過，我捌水過，嚇，一定捌水過。OK then。伊個 swimming pool 迄邊面就是上了格好，所以嗰邊格伊個格內格哩樣嘅格好水上了 directly 樣坐了會看出去，就是看到迄個 swimming pool 嘅。所以阿妹 shift 呢 usually 是真內勁啊改咯，所以伊樣是quite friendly 啦，會講話咁樣啦。了頂節係聽講啊，伊人都這一半咯。了 one of them 都看到佢哋數，因為全部半暝冚開啊嘛。特別看到有影喎。啲水入邊有影㗎咋，因為其實當時係叫嚇，所以我唔知物件啲入面燒係什麼啊？特別你用看無物件，特別看到伊水上啊，有一個人燒啊，佢真係伊水上燒啊，你看啊，ripple，然後伊水上搖，然後三個人燒了，特別無物件就去無物件看無，特別就是看到講有物件喺邊燒了，所以。特別我有講啊，我講可能是私家車嘛，還是可能是 anything 啦，你講無，讓 make sure 啦，讓 already 就讓迄種嘅到出來正包袱嘅嘛，讓就去明明是看無物件，伊規個水邊是無物件，是講伊水成日搖者，所以這是頭一個咯。But that daily。這個安迪，你把台灣專門比賽搬出來咋，特別大啲嘛 Vistud。解咯。了我能可以告訴聽。伊這邊嘅actually 你安迪我感覺伊個 story 嘅講嘅，但係頂節都好有一個 neighbor 行嚟啊，所以係。把這都去對啲，把這去對啲方面嘅，只要對嚟講。所以伊應該是個 story 啦，講。你講緊一半吧 ，anyway 我嘅季節看有拄到伊個video，結果嚟就4月落，伊唔是講。了 ，OK，顧姐是日本南部啊啦嚇，這裡是我本希望佢個人無聽別人福建嘅啦。哎呦呀 ，OK，scandal。所以我是黑我咪講。盡量咪 review 條係啦，identity 嚇 ，OK。你問解其實嚟講下，唔係講下。OK，so OK，first off，意思是 start off 就是講，因為啲時候我嘅 company 有 expansion 嘛，了我就 start 請人咯。then 即係你自己公司啊？冇，你做間開我做間嘅，so because 我嘅 team expand 了，我就請 extra 嘅人。So, okay, what happened was, 有一個 female， 有一個查某嚟 interview 咯。interview 我感覺 OK 啊，了我嘅 boss 感覺 OK， 我兩人 OK， 了我就 submit 咯，了這人就入來做工。所以伊入來時咧，我看到講，伊真有 energetic， 伊真有心做工，了真愛學物件，是講伊漢語本未曉 ，OK， 所以。我嘅 job 就是I guide 伊 step by step 做伊物件咯。所以伊入過來伊 first few weeks 伊做工毋是對，伊是真學漢語未曉，特別你講嘅就講伊真有迄個衝力，伊真有心來學，所以 OK 咯，互伊一個 chance 去慢慢學。特別來到 towards before 申請嘅時我看講這人成啊，咁女嘅呢講成啊。我咪先咪做工，我先咪做工了。你是風險咧，還是 immediately after 申請的 feel 的？可能是你 slowly 慢慢。Right before 申請。
right before 但是你感覺到啦，你就想到誒，做咩需要呢部面？because 特擺就閃咩紅險，但冇閃你 feel 到 difference。因為我 every week 有拄伊地少一道嘅嘛，我係講伊嘅 progress 安怎啊，了有 any support 伊 needed 係咪？我看伊都貴啦啥，個無想我無明明嘅沒有啊，冇講啥，甲我講，你學我淡薄點先啊，我會，你學我淡薄點先啊，無啊咋，了 right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時，比我無每本，特別伊都甲我講，伊講伊嘅 family。有問題，伊 family 有問題，係咪咁樣物件？你實講出來啦，有事啦，還到我本買每日嚟借咯，because 冇講正識個嘛。then 嚟到車三嘅時都伊冇嘅 lift 嘛，所以伊冇 lift 嘅，所以 suppose 做工嘅 on that day。車三嘅時候，我會記伊是拜個嚟。伊就 text 我，伊講today 我未做工 ，because 我係 in-law 接樓。我講OK，because 車三冇咩人做工過，我講 OK，你去做你物件。就講下 thank you，有冇事咯？Friday 嘛，嚟到拜四，伊個再 text 我，伊講歹勢啊，我即實在我係 in-law pass away 啊。所以講我愛夾幾日嘅 leave，我講 OK。所以我 approve，then 伊做伊這物件，做咧next week 還是 next week 伊個再 text 我，伊講我人真無好勢，我愛夾 MC，OK， 所以你夾 MC，你 imagine 到你個實工嘅，就講every 1 week 2 weeks 你等到夾 MC，等到有 something happen 喺你厝 ，OK， 伊夾 leave。你會記啊？下邊你有拉薩上冇對皮啊？還是你 still 想講是 because family emergency 係咪叫你冇記？我唔知講伊係咪事，我有問我講你係咪事，你愛甲我 share， 伊本無咪愛講，所以我講 OK，明顯你嘅。Then 我係大頭家就 start 就知嘅咯，要注意嘅咯。伊講係咪做你一個 staff，規日安尼 every 了，我講 OK， 我係了伊。做這邊嘅真奇怪，就是伊物件真袂順啊，就是講，因為我that means 是講我 previous 做落來物件，可能我教伊 just 愛 continue 做 servicing to 啲 customers 嘅，特別伊做甲真無好勢啊，物件甲了無順啦 ，until 迄個 point 我家己落手講，我家己做互伊，然後我家講 OK， 我做互你啊。你當劍 keep follow up， 我一 keep follow up 係物件下領導嘅了咋，所以伊當了係咪做了係咪干了袂好勢咋，我都奇怪咯。然後我甲我大頭家講，我講 something is wrong 嘅哩 ，because 無可能伊會甩啊差㗎嚟款咋。then 我安怎甲伊講嘅這物件 ，because 你做工甲即個 personal life 無相嘅物件嘛。OK，so 過了，我都感覺到講，哇！這人做工真解，伊真解。了過了 next 2 weeks 呢，伊無甲我講，特別伊甲我大頭家講，伊會驚看病接樓，伊個才愛甲 leave。Then 我就奇怪咯。So one day，last week 我就找伊 one to one talk 我甲伊講真 serious 啊，因為你 every 1 week 2 weeks 有得甲 leave。get emergency leave，然後你物件做甲了下領導，伊袂 explain 啊，伊 just 甲講伊講我唔知係咪事我講你想到對好好，有 any changes 然後我就互伊顯，我講你住一間厝，你住幾年啊？伊講住10年啊，然後我講10年內邊你嘅 life 安怎？伊講有 up and down 咯，伊講因為伊 family 有誒就幾日巴肚啊，啲厝等係磕條頭啊，那款啲物件啦。然後我袂使講這嘛，我只是甲伊講一句，我講你愛去 find out 較濟。然後伊就甲我講一句，伊講anyway 啦，伊講我 hope 日這物件可能會 end，because 我 end of the month 我個愛加 leave，因為我愛搬厝啊。Then 我講 OK 咯，我本 wish 講你愛搬厝嘅時候，你搬厝 everything OK 咯。咪那會知過幾日嘅我係頭家就 text 我甲講，伊個在I skip 工啦，我講係咪事？
因為 before that 伊會驚把路家己撈出來嘛。伊講伊會驚佢再出事啊，然後我講嚇，佢再出事啊，因為嚇 ，this time 是伊嘅大驚，唔是細驚嘅事啊，大驚。去學堂咧係看病，唔知拗啊啥物啊，然後 teacher 叫伊 immediately 就載伊轉厝，知道？So this happened a few days, less than 1 week before 伊家己個再看病，所以伊明顯是無停嘅啊，來到無停嘅啦，就是講。你人有懷疑講，伊是想笨蛋嘅事，還是人是 feel 到 something wrong？唔是，我真 sure 是真嘅。哦。嚇，真 sure 是真嘅，所以。嗰樣嘅我都避啊，所以我講這物件我較無安尼方便講 ，maybe，比如說我嘅頭家是查甫嘅嘛，所以講查甫甲查甫 maybe 較方便講啊，one to one 嚇，較 deeper 嘅 chat 咯，所以我甲我頭家講，我講 I think 你家己講話啦，我無方便啦，伊講OK，then 我嘅頭家所quite，伊唔是 superstitious，伊相信這物件個了嘅。伊是相信這，伊是 Catholic 嘅，特別有相信這物件個了嘅。所以我係頭嘅所就 last few days call what you can team 嘅人，你問伊講 OK，伊講人當今講話 as 一個 friend，我唔是你嘅大頭嘅。OK，所以你 please open up to 我，伊講嚇 OK，伊講 try to help me 啦。I 可以 advise 咯，因為你 realize 你有 anything 你想嘅 question 咯，就是因為講你感覺你啲 months 你面嘅真係無順咯，一無順嗰邊見啊掉個真係解咯，就是 every week either 你看病還是你驚看病還是 whoever 看病還是有人死還是咁樣，伊講對，伊講我冇 experience 過呢個物件 ，then 我係即頭家都問，伊講。有關係到你厝喎，因為我 directly 問你啊，關係到你厝喎。然後 finally 伊個 open up，因為伊個我頭家所講，伊講伊講我唔知點同你講啊，伊講我講你想我笑嘅，因為頭家所講你放心，你講我袂笑你嘅。嘅就係啦，講唔三唔四物件可能。所以伊個 open up，伊講 actually 講我大清楚是咧，伊講伊嘅事件。伊講伊自件只細漢嘅時，伊講有一班嘅時候，伊個伊自件佇厝嘅嘛，during MCO 嘅時，伊講哦，伊件哦真濟刀哦，會看了壁嘅位，讓佢厝內看了壁位，甲壁講話。因為我講無物件嘛，我講 maybe 你知啦見啊，imagine 伊講唔是，伊講因為有問伊件，你家就講話，伊件大刀講上話，我甲阿哥講了話。然後伊大刀問伊哦，是唔是上嘅人？伊驚講是，一個 uncle， 我甲 uncle 講了話，所以伊講伊就刺激啊，真刺激啊！伊講，有一個 staff， 我一個 staff， 我有感覺到伊是迄種嘅人，淡薄啲啦阿爸，就是講，哎呀，人講無實嘅來你厝頭前面見啊，迄種嘅人。So maybe 伊 leave it as it is first thing。冇去插伊啦，冇去笑姐姐。對，然後 second thing 我有 realize one thing 就是講，是唔是有可能啦？即個物件就係講人係搬了，因為 end of the month 係搬嘛，即個貴嘛。然後 maybe 無暑假上面盡量會差咗。但係是 before you start 嘅時，伊碎碎換㗎啦，是。本較最近伊大名10年嘛，伊是最 recently 甲有出較大事呢啦。對，就是講伊物件無停着。我可能是伊成日講，伊知着講要搬咧，是甲 start 有一事起啦。有可能咯，所以我教我頭家，我兩人有 analyse 感覺到could be the reason 啦，因為伊只 confirm 愛搬咧哦，伊有迄個 date 愛搬咧吼，伊物件是靠 totally。下領導迄種無停着誒，安尼款咯。So but of course 我人袂講這啦。So 我會 just advise 是講 ，OK，maybe 你會使去 find out 話講，OK，let's say 你是別人講嘅，你會去安怎，特別伊講伊有講啦，伊講伊有去問人講，然後伊講伊問人講啊，人講有甲伊講伊厝物件，安尼款啦。So but recently that means 伊當今就打喊到
鬼杯甲搬厝啦。哦，三月杯甲搬厝。对，3月杯甲搬厝，所以我把扑机，哎呀，就是人较少者，吓到我者，我听甲伦伦啊。伊嘅物件當今是 as serious as every few days 啊。Oh my god！ 4節呢，伊只看病好呢哦，伊驚着呢哦，出樓呢哦，伊第二驚着，安尼款輪流啦，無停着啦。所以我冇希望講一般去新厝，會有一個新嘅 start 咯。你特別伊無甲人講伊嘅每一人講，伊人講袂想該做anything咩？伊袂想講。伊就教我頭家講啦，是講伊無甲我講這物件，所以我頭家 after 個 discussion 啦 ，share 淡薄俾我知啦。了我有教我頭家講，我講你會使 advice 哦 ，maybe 伊會使甲寫字，因為 as 我知啦 ，sometimes 這物件 maybe 伊會參對路去新厝 ，it could be 講 you know maybe lose one of the items。就啲厝嘅啊，然後你搬過去是背去，我唔知啦。然後伊就講伊真奇怪，伊講我厝有擺觀音啊，安尼款嘅物件嘅咧，就特別阿咪蘇古有安尼款嘅物件所以我講這物件我講來問伊伊嘅迄個啥，伊相信嘅 God 係咪嘅咧？Number one 是有人講有對迄個點聲，正式 properly 做迄個 ritual， 開目睭啊，安尼款，但係是講請迄個人講對厝也是你擺咗物件，我唔知你擺 randomly 嘅，對嚟擺 maybe 看外口是一個觀音內面，伊觀音仙特別有可能，為什麼我知嗰個垃圾物件就屬甲對迄個人講嘅 statue 對嚟嘛，但是你無只 properly 請伊入來。所以我講這物件其實伊係知咯，I mean 我講這物件我係 advice 嘅，伊咪聽本冇辦法，所以我講啊，本 hopefully。伊嘅 situation 會 improve 啦。你係佢特別都嚟甲我講啊，看下面 update。我家己落人笑啊，我家己笑嘅，即唔是我家己 feel 到鬼甲我講嘅物件。我嚇，但冇你在甲我講嘅時候，我好險是笑到，伊唔知有 certain attachment to 伊嘅字件，迄個阿伯，迄個。唔知咯，所以我講，你唔知是被搬走咧，是咪無感回事？我 feel 到啦。對啊，成日咁解就講，我盡量做好咯，就肯定啦。我 feel 講有力，多亂啊！我 feel 到有安尼款嘅possibility 啦，是講我唔講這，因為這物件，let's say 是伊啦，伊聽到這對，伊家己咪真對，personal matter 啦，對，咱袂使猜，咱袂使，I mean，咱袂使去講下物件，唔係計講嘅咧，只係講物件咯，just 計講都係去 find out 咯。江湖鏡，阿達江湖鏡，阿達我未攞物件江湖鏡，一件幾鐳？看下面 grade 嘅啦，我係 grade 嘅，多謝謝謝嚇。6塊半OK， 我 consider 過，冇，嚟問你啫，你即係 happening 嘅物件啦，你會 share 冇講 like the timeline 咯 ，because 如果你講到伊是3月尾愛搬嘛，所以timeline 是按照 like from the mother-in-law pass away，mother-in-law 嚇，timeline 伊是 OK，等我看下。伊嘅 problem actually before 新正，因為新正是28號嘛，1月28號。You mean this year 啊？This year。哦，我如果實只 fresh 啊，特別 before mother-in-law pass away 是 because you join 是吧？你講嘛，所以特別是講如果繼續講佢就怎麼伊是 OK 嘅嘛 ，OK 冇事嘅嘛，แล้วจะ eager to learn，that means 伊係是冇發生嘅事個咯。無，伊頭你唔知啦 ，OK。是講頭一條較嚴重嘅，就是伊mother-in-law pass away嘅時期。對，所以I mean 破病性，接 right before 新正，我未記，下面發生啦，加20幾號嘅事，伊看病嘅時候，
then after that 初三就是伊嘅 in-law 接樓咯，接樓嚇，過一季節 that time 嘅了 still 啲 Chinese New Year 嘅事啦，初三接樓嘛，初三接樓 then 過一季節就過節啊嘛，so that means Chinese New Year 係個初八初九係過節咯，了過了呢就伊家己看病哦，看病啊，到尾都驚看病咯，啊，咱一日對落來，逐禮拜嚇，無停了。你把禮拜嚟講 update，啊咩係季節？阿達，阿達每日時俾曬講，阿達講先。我 quick interrupt 呢，係咪伊講吼？我有朋友樣看迄個師傅嘅樣搬厝時，伊講吼。你袂使大厝，講你愛搬厝。哦，即袂使到底厝，但講咩？但maybe 我感覺到你是伊啲厝 ，maybe 甲伊啱嘅，咪 discuss 啊，講係咪節啊？特別冇人㗎啦，就只講到厝要搬厝，但係是冇人有講，咱咪講咧就叫佢啊，叫咱去 Starbucks 講你物件，咱去 Starbucks 嚟講搬厝物件冇嘛，咱到厝要搬厝就是講搬厝嘅嘛，冇去想到。阿達你會唔會咩阿達？冇，basically 我是問講係 all this happening 嘅 timeline 都是安怎？我 just I get 呢。是是。So the timeline 就是 from about end of January 到當今咯。That means 成個伊唔知啦，還是你伊做工落久呢？伊做工 since when？伊是 January 頭。所以你唔知本來有可能伊有代誌發生 before that，你有可能你唔知啦，你未成日講，但是做好你一年啊，一年過啊，個來發生事，如果係再講哦，頂到時冇行咧風險夠有數嘛，特別伊 start 嘅時都 already 有數啊，伊無久就有數啊，意思是講。了，因為伊就講來講，我看本真奇怪，因為啊，我係即個 area 哦，伊嘅迄個 sales contribution actually 是真 stable 嘅啫。了，我都調啲就係講一線哦，我都學伊我嘅迄個大 account 嘅了，就是講迄種真順、真 stable 嘅 account。了，迄個較複雜嘅，我家己夾起來，家己 continue to 做。所以我是學伊迄種真。stable 嘅，特別一直係驚嘅咯。冇問題㗎啦。伊明日拍領導嘅了啦，就是講按照講啊，應該接來嘅 monthly 應該順接來嘅少少冇來咯。我未 explain 到，人 just 講哦 slow 咯，真 slow 咯，安尼款啊。了 of course 冇人 panic 嘛，因為大 account 嘅都可以嘛。so after 一陣啊，我係頭家嘅講，伊講唔係啊，你家己你家己的我對，你家己做。驚你差亂就讓佢即 establish。所以做緊就是做緊變到安尼，迄個 stage 就就係款咯。個別人係咪幾個事要講啊？即個幾個事。我滅啊嚇！即別人個幾個事Clubhouse 嘅朋友我哋都。我是會講即係唔記得係好嘅，但係我唔知揸差嘅。可能都是咯，計係咩呀？你個 patiently 單調伊go through，但係 I mean in a short time period，but it's still 本事啦。係啦，講嘅本事未啲實際嘅啦，冇講就係顧問啦。But then the thing is the emergency leave，that's the thing 啦。我是未當嘅咯 ，staff 你肯做。But what thinking 啦是 maybe 是伊無加嚴重加伊 performance drop 是唔是？我都冇人，伊都就冇去做工，因為我有 perform， 伊都冇肯 perform。咁啊，是咯 ，I mean 我揸差係咯。對咯，一直頭 I would feel that 伊是一頭無應愛去做伊工。特別是我們就睇無想講睇 leave，你無 I mean 弄得好好，好啊。如果我聽過 nightmare 嘅故事 of when 迄個人一直take leave 樣哦，咧伊當時 extend 伊 leave 係迄種，了 after that 去夾夾是，拄着伊倒來 Queensway Mall 去夾夾。Actually 你唔是看病咩？直接講 actually。
江湖嘅，江湖嘅嚇，以前嚟講咧，因為伊 performance really 是真正界噶，真正正啦，伊種 until actually 我係頭家有問我，伊講你愛唔愛甲伊 sit down discuss 哦，講is it maybe 即份工無合意，所以阮有甲伊講嘅，我講因為我阮 feel 真 bad，因為人有 family 係咪㗎了嘛，了我 feel 真 bad，特別我個未help伊。then 伊個害着往嘅點嘅迄個 performance 啊，所以我哋都有甲伊講，要伊本真歹勢本啊，所以 actually 伊有甲我講，伊講無我暫時我 give up 伊講因為我本知 what is happening， 我會使伊講我 feel 真正 bad， 伊本知講我人真輪伊啊，真 patient 嘅伊，但係講一刀我個一刀，但係過6刀 within less than 3 months， 伊為啲夾唔知幾刀嘅。leave 了，我個無叫伊考 leave 了，迄種是伊行了，我 just 點無甲 HR 講迄種啫。我想 allow 伊去 attend to 伊物件 ，but actually 你們就是underground soft a lift 啦。迄種，然後我講我別打到你款做路，我講我別，因為你頭做工你無咪 leave 嘛，1 month average 一年嘛，but 你 every 2 weeks 你行啦，你行兩節你款，你對你欠了公司啊嘛，對，所以我 actually 所以我有甲伊講，我講你愛想清楚 ，because 公司無等人嘅，so 你 if 感覺到病 or whatever the reason， 我講我 sympathize 跟你嘅 situation，but 公司是公司，是工哦 ，colleague 是colleague，friend 是 friend，無相，我 have no choice，所以我有甲伊講，對咯，來裝個故意告訴個，冇得點樣嚟？阿 John， 即係 review 我直講，同埋啦，都唔係話，即是 review 我嘅寫是最好，得謝 review 我嘅寫是，我記得嘅對，伊聲來係你，是的，一啲記得即係聲嘅呢，買啲字吧，真係。裝個幾個數冇啊？冇幾個數講嘅得。蘑菇唔有咩？蘑菇嚟。開始嚟講呀。嚟。哎呀，做咩你啲食乜物件？不，食不得，我食了呢。等陣，兩個就寫啊，都啲個。Travel, I'm listening. OK， 一個詞吧。哎呦，我未使講啲排話我先啊。KNN 啊，出嚟啊 KNN。做乜講啲排話？學啲急要。既然求問講啦，個無差亂講。OK，嚟蘑菇嚟，蘑菇幾個數嚟。蘑菇啊，我 before you start 嘅時候，我想每日就 update 隻物件。係咪？你甲我講，我直直想起，就是講你去。我對佢是你無用，你都好俾佢 training 係咪物件？然後你講你 grab， 你叫你你 grab 為了個嗬，講為了個嗬，你after that 安怎？你特別我你講我而家你幫every day 我借你 grab 個人講幾個數啊？幾個數咯。你講下，你甲我講過，你甲我人講過，就是講你講一半去了誒，講一半去了誒。去幫嘅嘢，就去幫。等陣先，燒掉先。我想是。After before 即係講接嚟即個2029年啊，我想啊是嗰陣 start 到對，你看到幾啊？運氣無安尼好，我感覺到before Chinese New Year 整即個禮拜咯，即係講拜3 Chinese New Year 嘛，然後that weekend 我對豆嘅處，對豆嘅咁講，豆แล้ว我對佢嘅事，แล้ว我ตะกะลัมโป呀ปกแกล้งปกแกล้งแล้ว對佢自擺個嘅啦，ตะกะลัม講出來，乜講係餅嘛？如果一了解啊，好多。
點，然แล้ว我對去了 before 我到博格嘅時候，我冇去 visit 我friend 嘅厝，一個 couple 冇只 move in 嚟，一個 new apartment condo 嚟。然後我去到嗰邊嘅時候，OK，maybe 講去邊爭隻主要加接去博格啦，然後就即去啊，去到伊家巴士感到頭殼興起翕安尼款，所以我嗰時講 maybe 我坐車坐幾節。So it's a new area 嚟，迄邊是 new area new condo。แล้ว我入去夾白แล้วowner 我 friend 望到嚟坐灣去咯。because I scan 正濟嚟梅嘅喎，正好笑喎，依個嚟8蚊正濟嚟梅。แล้ว我就入 lift 出梅出甲4嚟梅啊，可能啊今日就講哇，梗濟梅啊啦，去伊厝對唔對？所以啦，去甲伊厝了，แล้ว伊講OK 偷嘢啦，入去啊。然後伊開門咯，開門啊 ！normally 你開門是唔是有風鎖你入去嘅？嚇？你開咩門？講有夜厝嘅門啦，厝嘅門，夜 unit 嘅門啦。開門。你是感覺就講有 airflow 啦，成講伊就有 airflow，你風嘅呢？Q 入去嘅呢款呢？normally 成日啦開 hotel 嘅門 ，hotel room 嘅門。哦，就係 vacuum 嚟鎖啫呢。就 vacuum 鎖啫，特別一擺 difference 係咪？伊噴我出去。塞咗出啦，特別因為你門開入去，伊成風噴出來呢。對，แล้ว我都奇怪，因為我徛尾一個人，嗰人入去先，我徛尾一個人，因為有差唔多是4個人。OK。แล้ว頭前3個入去啊咯，แล้ว我就感覺到怪怪，แล้ว我入去了我就徛到living hall 位咯，徛到我問佢講你厝有包間呢？伊講有包間呢講，包間呢有沒有？伊講無啊，看唔到啊。伊講暗了7點半了嘛，佢講等陣物件飛入來嘛，嗰時咪物件。然後我講OK，then 無把你聽啊啦嗬，無把你聽啊，坐咧我冇坐咯，坐咧，嗰時伊度坐我幾時幾行啦，去行，然後我行到伊個 laundry yard，伊講this is laundry yard 啦，我行過去，原來你看，然後我感覺到像是有第3個人徛喺邊。just in front of washing machine 嚟，然後washing machine 邊啊呢，就是一個壁connect share 甲隔壁嘅 unit 嚟咋，所以你吹頭出去外口，成個包間呢吹出去，你看到 next door 嚟咋，真好笑嘅，你看呢，然後我就講妹係就冇係我呢講，你攞啲啊，伊講冇啊。OK 無事咯，我點無出來，冇行出來咯，行出來咧，我哋咪啲閃，而家咪啲閃啦，閃，伊成個是佢行出去外口，即是講無搭了頭開啊，搭啲外口位咋，迄個，安怎講啊，背條啊，嚇你感覺咯，就耶，你是鋪料誒。對，伊成個會走隔壁安尼款呢就，伊無 penetrate 迄個 wall 啦，把伊行出去外口咧，入去阿尾邊安尼款呢，伊成 just 過來看路安尼款。來掩就嚟鋪掉啦，嚟掩爾咯，了 OK 咯，我冇 continue 去多伊個厝咯，行，了我冇坐到對伊個沙發，了啉水啦，了我現在都真衰的嘛，啲安怎打擊掉迄個focus 掉，你每位啊，有行出來，因為我 confirm 了每個人，出來人講，有第3個人過這邊哦，無啊，in-law 嘅啦，無啲啊，出來無拜神啊，你一人個人面青了，為啥面青了？所以你人講啦，冇 feel 到啦，冇講，我是香港人，你個見咩？冇都 feel 到咩嘅？我講冇啦，maybe 唔是啦，maybe 是都拍衫。物件衫咧，一講冇啊，我冇拍衫，我口冇衫，然後嗰隻呢，我感覺就講，有一隻物件徛掉，準嘅你每位，徛喺邊看啊，啲 laundry 啊，然後。我冇滿意咯，講 OK 啦。你滿意係一隻物件嚇？
無每下邊嚟解 communicate 啊。哦，每厝啦人啦，每哦大嘅人，然後每講到底攏入厝嘅時，應該做嘅物件，你有做得了哦。actually 入厝應該做下咩物件？我都唔知。最面愛做嘅，請先咯。嗱，到底有 experience，嚟大家講，我係清楚咯，大家也嘅地殼架嘅鹽架，佢咪差唔多一沙處啊咯。哦，對。啊，最 basic 嘅是，我係想我family 我會記啦，是when I 搬入來這間厝嘅時。都是每個先咯，就是講下面日子好來搬，然後呢度經濟日子好嘅人，然後咧一寫一個戶頭嘅人，你這戶頭，都 before 搬入嘅時，接收這戶頭，然後大家人啉一喙，然後嗰一個是講嗰個叫做咩啊？嗰個戶頭嗰個來搭到門嘅，然後個戶頭燒到厝內外口嘅。一個後時嚇，佢哋廿嚟比嚟審咯，廿比嚟審。廿比地曉比個鹽審。地曉係咩？哦，地曉。哦，地曉比個鹽。係咪地？凊彩地冇使啦。係咪地冇使？哦。我係簡單，因為我係時候我有請人來做。冇請人來個請我先嚟我厝。請你請人來請是新來你厝，我係新來厝，所以你是 from 你舊厝請來啊，是啱未請？是我係舊厝。OK。我係新人嘅，我係係咪用把你成關係新嘛？所以我係舊厝搬過來，然後就請佢進厝咯。未使講咩？我係無叫人講嘅咪是幾個啦。所以 sister 佢係 Christian 啊嘛。冇，我係 Christian 啊嘛 ，family。咧一對洪水咧是講只簡單嘅，地曉你唔記得啦嘛。咧生 every corner of the house。我 sister 教我嘛，我俾我處事。哦，特別如果講你厝人家是 Christian 一個。洪水即係叫洪水嘅位。哦，即係寫洪水嘅一個啦，成個就叫做天生嘅啦，唔是講只白講嘅。冇幫人講嘅，所以伊是嗰啲角落頭啊，你隔邊嗰啲哦，三，and then 掃厝先嗬，係嚟嗰啲 four angle 嗬掃嗬，你喺度把你行，掃加去外口大門嘅嗬，你臭手係放起來，係咪放起來？但係你鬼放起來，等於你臭手。向起天 ，instead of 一手到頭殼位，掃起來，你規間厝仔開會 24 hour，and then 伊臭手夾起來 ，and then 唔會冚起來 ，and then 馬仔過來搬入來厝時啊，伊是講佢哋鬼講嗬，我已經刪了，我 warning 你了，我佢哋臭手是講我已經刪佢哋逼了，你咪接了。安尼看。安尼看啊，即是讓你做應該做嘅物件啦，冇啦。哦。冇擺小肚係咪冇嘅？冇啦，未使擺小肚呀，阿達講。你數夠咩？你是擺物件嗬，擺物件是擺錢係咪？你就嚟擺。這是擺鬼嗬，做這物件是請鬼走嘅嗬。這是請鬼走，請鬼走㗎，我是請人講接來㗎啦，就是阿導嘅可能。佢哋是佢哋是人講。OK。我係查某孫咧，然後我係厝咧是特別歡喜啦，因為總去，所以我係講我係厝是安全啦。伊無使講，導哥，這個阿伯是點？是，來導哥，阿明啊，毛菇來就去講。แล้ว每伊講 OK 咯，嚟咁啊成別使講伊家啦物件做緊了，but the only thing 伊除無就是地契就是迄個厝嘅家人 for 嬰嘅個問題啊！呀，我都唔知，แล้ว因為因為師傅解講嘅，講特別愛有燒一個，即是講去 register 啊，講
厝是 own by 你咪講一大是 apartment 嚟。實家你就可以自己出一張迄個 email 㗎，咱講當今就是我是嘅 owner。你去到係咪 department 啊？handle department 頭啊？應該是 registration developer 嘅咯嚇。有影只 official 嘅啊，還是唔是去按鋼筋嘅頭嘅？冇email 啊 email 地開嚇。還沒分別咧，還沒。我係明嘅咩？佢本身就做。會食嘅咧，硬嘅字啊。食緊硬鋼嘅。應該是硬嘅啦，硬嘅。所以只是真嘅，有影只有出嘅那款嘅 email 咩？有出。officially 嘅啊。有包括佢。嗰陣錯咧，即係物件。佢到底錯？向直咗點咯。特別是唔是 official 啦？即係你向直咗點咩？不，這個咧生也是生活那樣等。我想講去咧咩按咩單啊，出街單啊，冇啦，哎呀，冇啦，我真係唔係 official，你講是 official。特別我愛寫名，就一邊有個人學你複印呢就。official，你看到外手無？冇，嚟。official，official。OK，然後伊是講伊無做這項物件啦，然後。我是無通報到對了，然後我講你since 伊無甲照路，maybe 我甲隨緣我看到，我拄到伊嘅款樣咯，所以你感覺就講你 OK， 你冇 OK， 我就去咯，你免插伊咯，咁款咯。然後接落來咧，我望住博領啦，博領好似咩事就拄到，唔應該拄到物件就是，我拄到一條鉗爪，因為我大嘅位呢是我隨你學到是。金爪是金爪啊，金爪，我叫金爪，金爪金爪是python，OK， 真嚇。你 OK， 你我大嘅位是真啊，咁崩嘅位嚟嘅，我只擺水是好似種嘅像 terrace house 咁款，特別有時 Airbnb 喎，就好似有家己嘅卡巴，接起啊就是 bedroom 啦，加 toilet，托下厝啊，嚇，แล้ว伊是拄好啲 Portland 有一個。飛機場我本唔知，我冇你即個知呢。我講我哋飛機場咩？豆哥都唔知喎。有一個飛機場哦 ，runway 有 runway。唔是叫做飛機場啊 ？OK， 冇關係。我問豆哥看，豆哥是唔是叫飛機場？飛機場飛機場對 ，OK。我冇笑到每年啊飛機場。我做นู่นนะ我講飛機啊！我即擺就喺澳門邊個，我係嘅signature word 就知嘛。飛機嘛，幾擺？哦，了。還沒數，一賣。兩個賣。我還沒數。唔是歪。別白掉，有人唔是路咩？到路喺邊來喎？唔是我冇當我電話嚇。唔是我，我把佢賣呢。係當我看到你爸爸到啲 clubhouse 嚇是路啊？但係你把偷啲賣啊？唔使閃，我冇偷掉，我近日volume up 我係賣呢。冇講，maybe 是路。volume up 賣啊？OK，等下，แล้ว明見將 steady 㗎啦 ，email steady。冇大字。我就一點半 after 我 banquet แล้ว冇短處啊咯，特別 end 我 banquet。先我俾幫助啊，你continue講我去幫助啫。你講我聽到我係 speaker。OK， แล้ว冇短去 hotel 咯，แล้ว嗰條路呢是真暗嘅，冇人行嘅，紅佢翻哪嘅區嚟，แล้ว行一半，แล้ว等印度佢哋 junction 往自己 hotel 嘅時，拄好有一條物件啲頭殼鎖過。怪大條嘅，真係長。然後我諗我妹妹 stop 咯 ，because 我冇看隻妹咧 stop 停者。然後我諗小時是冇看到伊頭，特別看到伊尾，因為伊已經鎖咗一半去了嘅。然後對面嗰一隻摩托來咯，然後摩托本停掉，特別是伊本是翻哪來咧？伊看到我人海邊照到伊邊，感覺就講伊本是條車驚，反正條驚就看到，唔知。看到迄個物件，這是迄物件。然後 after 伊鎖過了，我諗冇 start 過了，對面摩托冇照過來咯。過我嚟講，呀，不上啊，有啦不上啊，然後我諗冚停啊，
然後佢講佢講嚇，我對學掉，然後對學掉嘅時候，愛車一條換機嘅時就看到講，誒，按咗袋咧可以開掉嘅，我諗唔是丟格了嘅咩？誒，格 withdraw 咧就是規經伊電就 discard 了嘅嘛，冇去了嘛。嚇，咧就是奇怪喎，咧就係 OK， 唔要緊，嗰陣時差唔多12:23了，然後咧唔接去，了我諗驚是冇驚貴，冇 first impression 冇想是貴，想是講誒，maybe 是差嘅是係咪驚？然後我冇細開門，然後拆格，然後貴喺度倒了，講落來啊，然後自己袋咧看，誒，冇物件喎，然後我諗個冇咁穩。個 testing 丟我人嘅格出嚟，規間店規個學得個就係 discard 冇電器，袋咧冇電器。好咯，你覺得是係咪數呢 ？OK， 我冇買去插伊咯，然後冇愛摘啊，我生愛借冇借咯，等，差唔多1點嘅時，好像碰見門掛口，1點啦，就人 QQ 你妹啊？冇 call not 角一枚啊，角妹啊嗱，我諗冇淡薄我病者แล้ว佢我都ดีกว่าเขาแล้ว另外一間都啲 ICI 都啲多叻明嘛，แล้ว依度開門出嚟，我講都情況先 ，OK， 然後我講有人開門，你一往門就門講小巴伊冇引我咯 ，OK， 啊冇人引我咯咋，แล้วICI 冇情況แล้ว咯，แล้ว冇去開門，嗰陣時是 knock I think 3停一下แล้ว嗬，แล้วก็จะ3攞到เนี่ย攞嚟 set เนี่ยแล้ว就停啊，แล้ว等個 Alex 去開門 maybe 是15 minutes later 啦，15 second later，แล้ว去開門自敗，แล้ว見查某企喺頭前面，穿了肚窿。你是開門啊？看到是開坑。開門啊！看啲棚看 starting 開門就是閃掉了嘛。แล้ว係咪數？按照半暝三更，唔使嘛驚嘛。未半暝三更，但我唔使穿肚窿咩？嗱，會使穿啦，等你人來掠時就講係咪數對唔對？呀，你知啦，我講係你係咪驚對唔對？意思講未使 visit 打波房間。哦，唔使，多下子，等你多下子嚟掠。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กลุ่มแล้วอีบุ้นเทปอเทนอซาปอแล้วตัว差唔多企喺ว่าเชียร์頭整位แล้ว知唔知學得？你講學得？學得是就特別嘅，伊是 flat 一間厝嘅，嚇，แล้วเชียร์ปักดีกว่า。特別本是結格啦，意思是講向頭看嘅啦，OK。呀，แล้วอีหมอเทปอ咯，แล้วมี講是去唔到厝啦。但係咧，馬之格達係伊度講話話แล้ว伊度講伊講sorry boss。我講呀阿伯生咯，ICI 咪門咯。你講第啲阿媽子講，但係有媽子看到講路浪掉一條蛇。哦，我講冇啊。你我講你看有是啥無，即是講你經過嚟講就是有血啦，嗰時你巴菜嘛，都冇啦，下底都冇啦，對唔對？就這樣 clean 嘛。然後你講冇講麥子有看到，我想麥子是絕，OK， 然後我講冇啦，我說數冇啦咯，然後跟住咧我諗我接到啲數咯，係幾點？差唔多1:34嘅字了。OK， 啊，半暝啊，1點啊。半暝咧，midnight。但係 actually 但係你講一個時候，我聽到講你講我阿妹伊阿妹。冇等陣冇估，你同我講嚇，你講我講唔知係咩意思？你講唔知係咩？你是講係咩喎？你講係咩？我講買差落你喎，我馬上就對嚟先。人橋關係啊嘛，人橋。哦，你是講係咩定係咩啊？咪亂啊 ！OK， 講 continue 咯，你講數。你 M 咩？卡梅啊，1點幾 M 咩？
哎呀，你咪拍對我啦，冇，屌嘛1點幾個名嘛，了就冇去講1點幾midnight 嚇 AM， AM 名，唔係講 M 名暗名。1點幾 AM 名嚇了。OK 嘅，咪啦，我就啲朋友咧，我講起嗰個小雜噃，你少年啊，少年啊是啦，快少年咧，就幾歲呢？嚇了。講咧，好像我好bomb，只是只多聲咯，你話就還沒數，誒，按照經濟上只衰嘅你講，嚇，學啲紅包啦，個啲出嚟嚟個 DL 呢啦，然佢每去看，然個暗傻傻哦，我靠，然冇開handphone呢 ，torchlight 照咯，照，哇，ICI 看到講，我被對比，伊講有一條抓背啲抓，一條抓背。啲車嘅卡，哎呦，亂嘅車誒，嚇，了，安怎好？我入來，伊家己驚到咧，個冚門啊，鎖門個，有抓啲我靠，哇嚇，有抓，嗰啲是抓個是打什物件？我唔知喎，你我人嗰隻覺得出去看，我人白白啊，較大膽人背啦，就咯，就車卡冇物件喎。哦，แล้วแกจิ morning 嘅時actually 有去 find out 啦，security reception 差不多有講樣這邊只出現這 reptile 嘅物件，即是講抓啦，絲卡抓特別多隻，特別未使經過伊人。哦。因為伊人加了是迄個種嘅 spirit side。哦。伊講jangan main-main，伊講jangan main-main。美國你看那查某嚟 check 個咯 ，make sure 個咯經掉。對，所以伊講袂使，伊講這條根本出名有啊款物件。然後我冇實際問我保養的，伊講有保養本。嚇，所以是這邊位呢是有影是真係陰嘅地位嚟嘅。哦。嚇。然後大了，感覺就講隨咯，安尼看咯，係咯。然後接落來，哇，國家指數 before 佢對嚟一兩日後，28半暝三家去買果子哦。冇，小去台北打開咩？去到台北，係咯。呀，我本係人，即個打我大這邊啦，大條30年啊。OK，我係住到這邊50年，我唔捌拄過，唔捌。看過有果子店賣果子嘅啦，規間會賣到早半暝三家。不要講 ，OK midnight OK， 會賣到 midnight。你驚啦 M 咯，啊啦，攏咪爛啊，咱就出名咧，豆哥就豆哥咧這年啊嘛，你咪是 M 咯。蘑菇，習慣咗好。習慣就好，我講習慣就好啊。你而家咩啦？好似咩？一 CIC 喺度講我講，沒有人哦，冇人嘅喎，我驚人去買埋俾佢知性，我就係擺啊。按幾多？我係厝頭整呀咯，我靠點厝，即是後媽。你去過嘢無？你去過嘢無？唔捌去過。我食個新嘅店啦，你明？舊店嚟。特別我有過嗰條路，我冇注意過，唔捌聽 ICI 講過有咁嘅店嘅咋。你好似咩就真奇怪，你就講半暝，因為伊2點啊喺辦公。然後就講點嚟啊？半暝。然後點嚟咧？伊講OK，我唔要咩半暝三家個別個子嘅咩 ？OK，然後冇見到對厝11號了，3點啊可能，我嗰陣換車出去。去嗰邊是有影喎，我味到果子味咯。然後我入去咯，然後特別有一個安迪，真係老嘅安迪。伊講伊講華語嘅啦，伊講頭先驚我攏安尼暗噶。伊是唔是新正啊？是袂較早較暗？我本唔知喎，未曉啦。有啦，你新正一頭無開店了，我感覺。冇啦，係 before 新正冇人擺。maybe 有可能開暗暝，開暗暝可能唔啦。會擺啊，所以會用掉。OK，doesn't matter。แล้ว我冇得แล้ว ICI 冇去經驗物件咯，แล้ว冇去經咯，伊冇bắt我到一個地方咯。แล้ว我冇徛喺邊，都好拄到
Apple 呀，富士 Apple，只大粒嘅富士 Apple 伫我面頭整咧，我冇手夾帶啦，你知前面人就是愛幫嘅，啊，拄到咪愛幫地啫，安尼嘛，然後咱冇定幫啦，2百有人拍我手啊，哦，人逼你手，哈，人逼我手啊，我就講，就這驚啫，哈，你想我是人，哈，幾點都是我。ICI 甲頭嘅數呢？哦，嚇！你那邊，你冇妹咩轉跑啊？招，你冇啊！我啲邊啊！我上一說我哇！我個字呢有禮貌，講 sorry。哦，你是當作成個一個人，那可能啦。嚇！你我個徛閃邊啊咧。有冇人命到個？冇人命我個，伊就直頭講問事所當。哦，你聽你講話。嚇！問事所當。嗱我知冇，我幫你，我冇地。因為只放燈嘛，未佢只人啲地，佢只攞咧係嘛，係。我冇講我幫你，我前面我看冇嘅，我幫你，我就嗰度大粒，我好 explain 佢聽下咧，是啦，個 IC 加過來，你跟誰講話？哎呦 ！Oh my god！ 呀媽你我第一遍，切講，你跟誰講話？講得真大聲。我冇估，佢講咪是說當時即講巴哈嘅是講福建話。福建話。我那咁估講福建話嘅。嚇！冇，人點嚟啊？人點嚟？我住邊？嚇！阿媽，點樣幾時講華語是唔是？嚇！福建。冇點樣啲講華語是唔是？當然我冇去注意啦，福建話本來。哦，OK。你講而家人啲講華語嗎？冇啦，我冇講你講華語啦。伊唔是講唔講嘅問題，白魯是人用 WiFi， 所以我聽到係咪啦？對，用 WiFi 嚇，唔是用話嘅，即係是我唔邊嘅。都明白係咪話，就講係咪話啦。特別你聽嘅時，你想講是人嘅聲。嚇！我想講是人，我真係好禮貌，解講 sorry， 我冇定，我幫你啊。我前面我看冇，我係再講，我嗰時 honestly 去解 explain 就係講。你講我前面，所以都我特別幫啫。嚇！因為我再講起來 Apple 三號件一粒啦，你再大粒啊，上面都特別幫啫。你唔係再講大粒嘛？啊幫乜啫？哇！人哋講我咧，I see 度嚟邊啊？之後嚟你個水講話，哇！這個話都見啊，我面就翹起。有啦，有。嚇！幾啲哦了，哦 ，OK，baby，然後未走了，轉去啊，你不要緊，你買一口嘅勁少，然後真奇怪，我甲伊講過啊，你買青青。佢都一單咁嘛，在個擺，未使俾佢食。然後俾個對處嗬，真好笑，跟住昆車學拗嘅。變黃色個學拗。哦，學拗就咩事㗎？學點㗎啦，成食嘅啦。哦，食嘢。A few hours later 了咋？等陣，一間店，你到對其實個有喎。冇開店啊！哈，就是真係好笑呀！然後我試下 ICI 個教我講，伊講自己阿婆嘅邊嗬，成個另外一邊個另外一間背佢思想嘅啊！然後我講啊，我姊妹啊，佢冇上嘅嚇，如果唔知喎，因為上邊咯，然後我唔要見到咩啦，冇對嘢啊，然後佢。幾年過啊，切2、切3啊，咱就等切9啦嘛，切9、切8都是愛幫人講過啊嘛，一過去看冇開店。馬路，家當基本冇開。馬路冇去注意啊，定係去問馬路冇開冇可能嘛，那家都冇應。你叫 ICI 再看夠開哦。嚇！叫 ICI 去看，幾點？特別你是唔捌去過，別喺間店搞關嘅啦。唔捌。特別你特別換車時，在講嗰邊有店厝幾間，特別唔捌去。嗰條路呢是 shortcut 嚟，真係喊嘅。所以 every time 你經過時，你都要 slow down，你別換咩，因為開車喊了嘅數，你哋幫嘛嚇。所以你都要 stop 嘅，你 stop 你哋看到邊啊？嗰啲是係咪 shop 咧嘛？你佢都冇注意到嚇。然後真係奇怪，幫咩？你叫 ICI 翕照影啊，然後叫我看到一間店。OK。等陣記出來嗬，嗰啲店是不嬲是冇開，
你 market 咧是賣咧。anh con là chó này, em xin bông này. 你是要去迄間買，你係咧加蘭呢？嗰啲煙咪加蘭。啊，你愛講加蘭嚇 ？OK， 容易 next 啊，有別人愛講，我冇別人愛講。你講。OK，แล้ว我咪攞點正啊？咪講最講咧，就俾係啊。OK， last week Sunday 開書。我冇講白假咧啊，咪咧。嚇，係咪說 last week 係咪？我掉 food poisoning 啦 diarrhea 咯 OK 一隻啦你 diarrhea 哎呦 diarrhea 個博士一看落到但拜三嘅時保咗過 Wednesday 咁我愛清明啦嘛係佢節แล้ว我去 prepare 俾見面做嘅咯OK 嚟了等我就講去下樓住啦唔係去佢哋冇人去嘅招冇背過嘅而I see 講別講較辦機病哦 ，OK 咯，咱冇看到路嘅邊上，較辦機咱冇去咯，去啊，咱有日去嗰邊有人嘅喎，唔過伊是做 morning 嘅 business 呢，係把曬生意呢，然後到 afternoon 是冇人啦，尤其是4點幾，係咪人們冇了嘅，然後看到會就看到這個店，然後冇 OK 到啲皮咧，頭家就正好走出嚟，哇！老闆，頭家，啷愛係咪清明愛搞啦，係咪？我落車咯，然後嗱 ICI 就成報幕聲，網紅來了，嚇網紅來啊！啊，講潮聲啦，啦，我知啦，未必有 discount 嗰時係咩？是啦，家就我去網紅之類。別咧，你講你講意思啊？我去入邊啦，แล้ว我冇講即皮入邊啦，我不是想講北京我都一個電話，แล้ว我冇甲頭家講，我係一個啦，喺 ICI 度去揀家己愛燒嘅物件咯，แล้ว我冇揀，แล้ว我好像想到，come in my mind，愛吹中心，哦 ，OK，真水嘅中心，แล้ว抓啦。拽啦，然後咱冇去吹中心咯，幾條？上條尾係嘛？幾條？幾條中心？我哋上過年咪咯。哦 ，OK，然後 OK，加隻 color， 加隻 style， 然後我冇見啦，我講 OK， 你搞我也試嚟，肯經肯試地起來咯。然後紅音嗰真係有人同我講話了喎。哎呦，冇輸嘢，雜波聲，雜波誒，唔係，冇輸嘢，唔係，你入個位啊！你時先出嘅，你把酒未看到，未咯，我幫你咯，我俾上之類，係。所以嗱，所以伊人講冇輸嘢，你覺得誒嚇，未必看到伊同我講啦，嗱。呀，冇，一直頭同我講，個位啊，個水，個位啊，哦，嚇，福建話，福建話，แล้ว我都奇怪啦，ICI 就寄出來啦，一擺冇啦，講我家住講話伊冇門啊，伊就講你還要做什麼？我說你去吹看有個擺係啥咩？我不相信啊，是我不相信，是啊，你在少啦，馬上有人去吹個擺嘅，了緊 ，actually 伊就嚇，我唔知，唔捌看過啦，唔捌買過，แล้ว頭家就聽到，頭家講：哇，你厲害咯，你知我有買個擺哦。哦，那第一邊你去看，係咪8本有？แล้ว我行過去咯，甲 ICI 行過去咯，凊彩咱聽伊嘅話，買買中心買個擺咯。OK，買啦。係咪普吉個擺啊？仔，我想講阿仔特別唔少喎。誒？你一出下面嚟，我在外靠成個我腰呢跳起來，對，OK，แล้วอย่าละ個擺啊，佢不要緊哦，佢 continue 哦，我甲 ICI 夾邊啊，只把 ICI 有聽到了，也地殼，哦，ICI 冇聽到講也地殼，也地殼，上隻查某聲，也地殼，唔知係咪啊？S 頭係咪沙雞啊？係咪寫？哦，係票呀，寫 S 頭嘅。傻雞 Trump 嘅 family 嘅 Trump 嘅傻雞嘅加四行二啦，情二呢情嘅。
伊叫我去也一个 brand 地壳。哦，哇，識貨啊！識貨咯，不了。識貨咯，那阿爺就問我講，你有聽到嗎？沒有，我沒有聽到，我聽無，佢講我聽無。你姐姐講有聽嘛？是你而家真聽無？我聽到了，聽到了。姐講聽無啦。姐講聽無。嚇，就是啊，別走啦，我感覺到，哇，我夠。這本是抓嘅地殼啊？抓嘅地殼，抓嘅地殼冇對正名呀，人成啊。哦，有嘅。我安怎有別 iPad？厲害嘅。你講個地方厲害啦。iPhone 有 iPad 有。哇，Gucci 嘛有 LV。對，嗰啲冇有，所以啊 ，LV 咪叫 LC。伊樣無愛食到龍巴啊！哦，都會食啦，咪啦，別食啦，冇走啦，頭家講，阿妹一句話頭家講嘅話，我較義理淡薄。伊講你望驚咋？係咩意思？伊講啦，我就去車啦，我就練車過。我講阿是。安怎伊講咪驚，咪驚我跋倒啦，叫我行好好。伊是叫你慢行嚇，無咪驚，哎呀 ，Krista， 阿龍啊，咁你厝邊有一個人嘅嚇死我，哎呦，阿妹，哎呀，嚇到阿龍冇聲喎，冇聲，啊，你冇聲，冇聲，阿龍你 mute 掉你啲，你伊在講係冇聲，伊在講係冇聲。特別 baby 未講啊！OK， 講了。阿龍啊，你嚇死我！好像看到你厝人，我唔捌看到你厝人誒。安怎伊未講話，伊就怕字啊，阿龍。伊淡仔甲人講話一定。哦，嚇啦！我哋看到人講話，哦，伊台灣嘅朋友來大幾節，嚇死我！無甲我講啫，看到安怎你厝人後尾前面嘅人行，但我都看到伊家己講話，知哦。伊邊個去邊啊？是伊家己講話，特別阿龍家己講話是真普通嘅事啊嘛。所以我冇去介紹啦。但我伊坐條聽唔知啊，教父講幾個事，伊坐條伊呢冰條。對，伊家己講話，我看到伊嘛。對，我冇看到。特別我冇想講是安尼特別嘛，伊都特別家己講話。我當時話安尼，我嗰度做廣告啊，做 conference call 啲。OK， 感謝毛毛菇嚟甲我講你，即係幾個故事個教父囝啦，嚟甲我講伊幾個故事我 note 寫起來，就係啦，個 waterfall 龜啊，小水龜啊，個龜咪喺度搬厝嘅啦，個金爪龜啦，個搬名賣龜子嘅龜，我係龜咯。嚇，แล้ว個迄個開你朋友開迄個喵嘅龜 envelope 嚇，開皮囊，對哪嘅龜啊？切節嚟啦，頭切開皮囊嘅啦，感謝各位。是咯，我攞皮囊嘅物件。Sorry， 我問男仔食物件，伊皮囊內邊有物件嘅無啊？有啊，伊是夾嚟嚇。我看是夾下面。夾啊！伊 anniversary 夾啦，生日夾嗰種夾啦。OK，明白。有時我嗰時拿車面看到吧，我無方便。哦，大媽都拿車啊，時候大媽都看。我看到車。OK。你拿車無看到是，即是落車。我看到吧，我冇咩注意看到。嗱，都看到沒有夾了。看到。冇，我冇嚇死人！我被講啦，講如果定，嗱我邊啦聽是你老人講，有時成樣切節啊，樣actually唔是 discourage 講你係安尼款物件，而是講定到後面人講後面三個咧米粉到頭卡，你講依樣 discourage 嘛 ，because 佢哋物件係伊講對佢嘅是伊會著怕嘅。伊成講伊對佢，伊迄個撳落昂，骨頭 baby 骨頭 baby 呢？
因為伊搞到咪分卡幾時結束呀？無，伊想講 live evidence 嚟講有證據講個特別咱唔是 traditionally 本講嘅咩？但係我會記講聽到有一站，我真細漢嘅時，我哋記講有人聽人講，那後尾就變做 the thoughts 是the school of thoughts 啦，唔係有人講無好，安尼可能做嚇，如果聽到有人講係咪手多咧比硬類嚇，靠手印啊，什麼？แล้วมี佢哋托卡被ซ้米粉嘛，所以快就講伊嘅卡波嘛。我就係住講嘅，有人行鬼嘅人講嘅，行鬼嘅人嗬，伊咪家己知嘛，所以講攏唔使行，唔使行，家己行鬼嘅事。我早時食伊有內有一粒好像摻落去嘅。內啊！伊放一白內甲飯，殺食嘅，你殺內嘅嚇，殺食。伊成日就是講伊托一坑，伊成托一坑，倒一坑入去啊！我早有啊，你看啊，我早有做着啦。了，頂擺我紅學曬是係到米嘅位哦，唔是係一碗，係啲飯位哦，一碗飯哦，嚇，梅啊，一粒殺內。嗱，我紅嘅嘛是買，我紅是請伊。請上法啦，咪講有上法本有啊，以前我伊新厝時啊，我啱咪請上法嚟咯，上法放啲厝了，較濟是紅光接性嘅嘛，新厝，有無？我人嗰時隔節嗰時搬嗰時紅光放入去性嘅嘛，接新厝，成搬入去，你嘛擺櫃子嘅，你我接厝迄節嗬，我看到迄個櫃子嗬，有整架印錢啊，清拆落去嗰度。他哋上學你安怎你知是真假？你預告你知你呢？嚇，成個膠呢？伊唔是講膠，你想你看的是膠哩插入去，怎麼按上過？伊curve 是膠哩安尼插入去喎。你我講誒，到底是含含字啊？冇啦，唔是唔是訂，我哋都一見招冇識，一見招我咩我攰攰嗰咩辣。我鳥唔是跟招我買是來啊，迄種食嘅，因為按叫我買嗬，伊嘛蘋果啦，迄種定定嘅，冇厝無人嘅，就是意思講到特別美國紙啦，特別冇特別少隻啦，看水無水嘛，都水啦，切落去啦，切落去啊，因為 test 本好嗰時訂了嘛，嗰時薄凍，嗰時惡啊。係咯，呢啲冇街人。啦，你買是你冇注意看到，但是時間係可能試過啊。唔是啊，伊是香條放落去是香條，看到中是，我直接厝就看到啊，入落去，伊整甲印來是整甲印來啦，是整甲印來嘅，刀是白紅光嘅。啊，種掉喺水，係咪嘅？我大把看你掉起來，我零，我零啊，飲零。但我唔使撞動玩 ，OK？今次教你聽講笑。我所以我講是你問題會問晒。你但係你講係你啊，係次次得人對嘢啊嚇，耶！啊，即係你講是9點係自己房間困呀。伊。無長時間嚟，成早到時我朋友嘅翁咧，佢看啊，在迄個時間，在幾點？伊個時間，迄個時間了是迄個細講嘅，你細講啊！伊甲你算嘅，伊有咧是我聽到是8點到2點，了有咧我聽到是9點到媽仔去6點啊！你有隻 range 你誒成個人，有隻 range，人嚟 install 佢 cable。internet 係時間我唔知啲，我就講話成無，因為我 OK 就第recent 講就外國嘛，死嘅死，但係我係是大人嘅啦，嗰時我是大人，嗰時的啊到出山邊個去嘅對嘅，全個一個叮叮當當做係咪咧？成日你但都冇聽嘢，成講啊咪，幾點對係咪啊？哦嚇！伊無甲你講幾點對係咪？啊冇啊！白鹿，點解本無講嘅？白最近我聽到隔了有講嘅喎，最近這幾年我聽到，點解無本嘅？我係媽是啦，我係隔了本無嘅，我係媽隔了人無講過嘅。
你有聽過小講孩媽西的 baby 講，十你暗暝愛辦年照時，你愛出來，你袂使出來嘛 ，because 你唔驚，對做工，你驚嚇就要做工。所以你在人講，你愛出來是愛可以，無你愛做，你捌聽過啊？唔知，無幫配加多。點加多出來，點加？喲，吉利，點加多咧，查就嚟卡。是驚你拄到迄個牛骨頭尾面，是驚你拄到，因為骨頭尾面出對來，是驚你看到，唔是講伊人看到你，就是你看到。哈，就是你講話白條attach 白路嘅呢？attach 啦。OK 啦，但係肯定你做工入去你 bathroom 咧？OK 嘛，做工 OK 嘛，咪佢除都掉骨頭邊邊，咪是骨頭邊邊坐起，到底你冇得頂佢借掉骨頭邊邊。冇就是要點加多，點加多是學伊嘅骨頭邊邊講我要出來啊。冇就是要點，我唔知我聽過。唔係白物件。加多屁事啊！我對你南無佬是肯講，伊講你葉班我咪生嘅結照嗬，你出來你就點加多出來。但我朋友咧，食行貴嘅，伊食迄個加炒嘅加多啊。哦，多幾哦！我老誒，我冇聽過即係一家幾人多個好，一suddenly就你加多貴嚟，查到你卡，而家叫加多。誒，我聽過一個部分本啊，我唔知教這裡有是唔是有關係啦。伊講，有時講咱有當時咱找物件找袂到嘛，當時講數時唔知走去倒落去，啲找袂到咗，天我看有到嘅嘛，找無到嘅咗，所以我有一個朋友講你愛嘅話，你嗬，你有冚梅。冚你嘅房間梅，嗰時梅一下面梅啦，你冚梅咧，你夾一個架到係啲梅嘅咧 knob 嚟嘅咗，係你梅嘅梅鎖嚟嘅咗，喺邊咧嗬？啊？安怎係？你拔掉伊啊？冇長嘅嘛，架到長嘅嘛？你拔掉伊又好啊，安怎半好啦？你架到係啲梅嘅咧 knob 啊？有一個是 level 嘅嘛？你隨辦法，有辦法，你拔啲。你係到啲嘢每你 knock 嘅，你擺啲梅就是講擺好喺你面嘅走住橋咗，你擺啲梅嚟啦。你念叫佢出嚟，出到啦，你唔記得出嚟咧就，我 try 下啦，我唔知是自己啦。你講有陣時你面嘅，你面嘅是伊頭別起嚟，頭別起嚟咧嗬，你係一個架到啲梅口位咧，一定要出去嘅，喺你面嘅到啲房間裏邊，你對都出嚟。喺你面嘅，你意思是講喺你面嘅是講你除掉面嘅。你除掉一面嘅，你除掉一面。你講下你物件，即係成個你講。是請起是全部物件嘅事嚇。哦，俾我明白得到。即係起來除物件，往時人老誒，偷物件看物件，偷物件看電話，特別係偷物件看電話，唔就係嗰usually 係嗰啲話 sofa 嘅。你係嚴重冇？有時係到樓下。有陣時你記得你看電話，老人看電話咪是等你偷物件看咯。你坐到 sofa 啊，是到啲 kitchen 啊，你下咗就看，你去別位嘅時別記啊。所以你特別倒你 attack 到對你嘅物件而把打佢除掉。OK，感謝。你把幫腳說啊？我就說大幕官。誒，講個頭前我講嘅就你。講6點正啊！嗰陣就你呢啊！喂，朋友節我講嘅是朋友安貴先迄個，伊本是一樣無出去咯，所以隔日早起嗬無數嘅咯，規暝是無數嘅。你隔日早起啊，伊就去倒落，倒落伊看到，哈你倒落嗬，伊有一個，伊幫去倒落啊，因為伊叫伊小妹陪伊嘛，伊小妹本家白規暝啦，佇厝。然後一看到倒落有迄個倒落先迄邊個洗面盆迄邊個吼，有一個喙齒膏啊罕配啊罕一笪啲邊個咯就。哦，一笪喙齒膏。一頭一個一滴喙膏，伊講洗喙齒就是配啊流一個像喙瘾罕你滴迄邊個。你一看到吼，即個應該是達到伊紅嘅關係嚟咯。然後伊就想到講，伊無想你這聲，伊走去問小妹。是唔是？伊小妹講冇啊，是唔是伊做？但伊小妹講伊冇做。即個 habit 嗬，十幾年嗬，就是伊紅嘅 habit 嚟。
一滴伊出去高咧，佢出流吹地出嚟。唔是吹去高嚟，上家一配一洗了啦，配配啊，配配淡薄啊。配一件夾喺啲迄個。伊講大隻炸起，哦，你是講我大炸起，伊係新嘅南邊，所以後尾是到伊就是伊成個一暖咧，噗出來，特別佢哋淡薄配。啊，你一部長爪嘅，嚇你關事嗰度，嚇是。誒，小妹冇可能做㗎嘛，即係講，就是講查某是冇做，你可能嘅。你講嘅咧，唔使嗬。好啦，所以你看真奇怪嗰度。有啦，佢我查某冇人看到咧。對，特別伊個小妹無可能關係，伊知嘛，家己小妹有無可能。特別即個是真正伊紅嘅白燈嗰種，伊紅是搭一早起，伊本看到即項嘅，搭一早起紅就啲是。10年呀。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但是講攏個只幾個數吼，攏是俾希望攏趁機會來邊咧學緊講來幾個數咧，我是真歡喜嘅。所以特季節咧，攏特別有機會錄音，是攏會使起來講咯。你咪就係講我其實錄音咧，特別去邊咧學緊嘅，sign up newsletter 啦。你去寫幫時俾報告，你再講其實錄音，其實有會講幾個數，所以我再讓特季節邊其實少幾個數，咪即係希望等群到幾啊嚟邊咧學嘅嚇，個聽教人講啊嘛。所以咱若是聽到幾個數咧，免講是咱家己親身嘅個數，會使聽到幾個數比較好聽，就使來正看。你去到這邊即係 newsletter 邊第一支去這邊嘅南面都會看到，邊咧學見即係newsletter 啦 sign up 時間都真係同我講，暫時這禮拜講到這邊先啊嚇，感謝大家幾個數，下禮拜再見，拜。頂一禮拜無看過 episode 到這邊伊看定聽就正現條錄音嘅時候，大家通知你個別無機會來聽我嘅現條錄音，拜。